台南永康的武帝宫爱心会疫情期间继续来做爱心，准备便当送予当地5个村里的弱势家庭、甲独居的老长辈，互因会当食一顿饱。伫画面上会使看到武帝宫爱心会志工将煮好的饭菜底伫便当盒内面，准备要送予永康区5个里的独居老大人。 是5菜1汤的爱心便当。汤吼，因为今仔热天嘛，所以今仔用山粉泥啊，来柠檬。豆干是志工家己卤的，这个高龄80岁志工阿嬷来斗相共底便当，讲安尼出来斗相共做志工，心情嘛较快活。啊，你感觉做志工心情如何？足轻松，嘿，大家喊话好啊，真好啊。 伫防疫期间，爱心会继续为这独居老大人送便当，里长嘛真用心。每一里都每一里的志工咧送，啊，阮每一班的每一工咧煮的志工嘛拢无共人，阮拢总有40、50个志工，而且咧轮流啦吼。爱心会送餐的服务会使持续进行，里长真感谢社会各界支持，或者独居老大人会使感受到社会温暖。